點解創業者會越創越焦慮？好多時候都係因為我哋相信咗腦海入面嗰啲未經證實嘅諗法。例如，如果你曾經試過落 Facebook 廣告，一定有試過冇成交、冇 enquiry 嘅時候。呢個時候你就會開始諗，係咪有競爭對手搶晒我啲客呢？係咪因為佢收得平過我呢？係咪以後都唔會再有人買我嘅產品呢？等等。如果你有諗過呢啲嘢，你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。但係你會發覺，你諗嘅嘢其實冇一樣嘢你係有證據證明佢係真嘅喎，全部都係你頭腦入面嘅幻想嚟嘅。但係乜嘢係事實啊？事實可能就係呢一個產品你已經賣咗幾年㗎啦，呢一個班別你已經教咗10班㗎啦，呢一啲係事實，就係真實客觀發生過嘅嘢。係毋庸置疑嘅嚇。身為創業者，我哋要時刻去警覺，到底我哋諗緊嘅嘢係咪事實？因為如果當你成日諗咗去幻想嗰邊，你就會開始去質疑好多嘢，而質疑好多嘢最慘嘅就係你質疑你自己啊！而當你不斷咁樣去質疑懷疑嘅時候，你就會因為呢個質疑而改動好多你嘅嘢。例如係如果用廣告做例子，可能你會改你嘅廣告 design 啦，改你嘅廣告嘅漏斗啦，改文案啦，改圖啦，或者改 offer 啦，甚至可能最差就係連你事業入面你個人品牌嘅宗旨你都想改。你會開始去思考到底個市場中意啲乜嘢，唔係去思考到底我想表達啲乜嘢。呢個就係創業者會越創越焦慮嘅原因，因為你睇唔到嗰個真相，你睇唔到到底係邊一個 factor 影響緊你，而因為樣樣嘢都可以係一個 factor 嘅時候，你個判斷力就會降低，判斷力降低之餘，亦都會讓到你越嚟越焦慮。咁所以如果下次再有呢一啲諗法嘅時候，咁點呢？就係首先攞分開兩格啦，攞紙筆出嚟，然之後第一格你寫翻關於呢一件事個事實係乜嘢。例如係個事實係我可能啱啱落廣告，我落咗5日啫，5日冇單可能係好正常嘅喎，因為 Facebook 廣告要時間 learn 啊嘛。你落咗5日係一個事實，但係落咗5日未有單，一定係冇人中意我啲嘢，嗰個係一個未經證實嘅真相，即係我哋當佢係幻想，寫翻晒出嚟，咁你就會好清晰知道到底我應該 focus 喺邊一樣嘢度。同埋當你測試嘅 factor 嘅時候呢，唔好一次過測試太多嘢，因為創業者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我好驚，所以我乜都改，一諗到就改，一諗到就改。但係當你乜嘢都改嘅時候，其實你就根本都唔知邊一樣嘢係有效嚇。咁希望今日呢一條片幫到你，有咩疑問喺下底話俾我聽。拜拜。